老板，游戏新上架的坐骑，市场调研部计划定价在98元左右。您看钻石充值是？别充值了，直接抽吧，98块抽10套。那中奖概率是？一个服务器一天一个。这对游戏来说不太好吗？游戏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你是老板，我是老板。什么人都做电梯，下次让那种人做货梯。尊敬的用户、媒体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飓风游戏的 CEO 盛春昭。针对近日我司前员工张雪婷女士个人在网上发布的对飓风公司的言论所引起的舆情，他造谣我工作业绩不到位，他让我签署主动离职协议。张女士的离职完全是她的个人决定。所谓离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胁迫，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啊，还是我给脸不要脸？完全是自寻。人在做，天在看。